台中市伫9号发生一件死亡车祸，59岁的这个骑奥多摆的张姓女性出门去上班，半路煞伊撞到这个拖拉机熊熊咧切过，伊人煞去弄死。伊的家属除了咧骂讲这拖拉机的驾驶态度真歹、真冷淡之外，伊嘛讲咱社区的警方完全拢无支援家属，因为家属想要找敢是去的画面，但是警方嘛强调虽然恁会当调这个现场的相片，但真歹势笔录甲监视器的画面，并无在会当互恁使用的范围之内啊。一台大货车原地驶伫咧内线车道，熊熊移向外口连续切2个车道，一台奥多摆就伫车头正边，互货车撞起哩，技师倒伫涂骹，规个人互货车搞过，就安尼失去意识，紧急送医急救，要是无喘气。我有听到砰一声。我开门看，就是有人倒在那里，我立刻就报警啦。代志发生伫台中市石冈区9号透早7点多，59岁的张姓女子骑奥多摆上班，想袂到会撞到死劫。家属接到消息是足心痛，批评驶货车的5岁驾驶态度真恶质，车祸过1礼拜，连一句失礼都拢无讲。从事发当天到现在，你连来灵堂跪下忏悔。的那个都没有做了。除了批评教师态度恶质以外，因后生嘛指控辖区的警察处理无合理，明明因是被害人家属，不过警方却无愿意提供电感的画面。我就问说，这个影片有办法就是提供给我们拷贝吗？警察说没有办法，觉得这个不应该是警察对被害者家属说出来的一个话。可以复印或备份方式提供现场照片，为笔录及监视器影像。并不包括在内。警方强调，不是无愿意配合，因为规定是讲事故笔录加电感的画面都是袂使可比。如今5岁驾驶切2个车道弄到上班的技师，警方已经以过失致死，甲人移送地检侦办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